謝盈萱曾夢想當警察，劉品言不敢想 Sweetie 合體開唱。開六角括號記者蕭芳怡，台北報道刪六角括號劉品言和謝盈萱，周采絲在 Netflix 影集忘了我記得。是各自追夢的閨蜜檔，三人一起出席圓夢應援活動時談到曾經的夢想。劉品言笑說出道前就是個小吃貨，一直想要開一間牛肉麵店。謝盈萱曾想當警察，因他小時候覺得警察拿槍的模樣很酷，而周采絲則分享自己希望環遊世界。目前已經去過20個國家，算是小小圓夢。此外，劉品言和陳之喬過去從女團 Sweetie 出道，被問及近日團體合體熱潮，他坦言確實許多粉絲敲碗他們再搭檔，但他自嘲，我們畢竟是史上跳最爛的女子團體，連南波老師都拿我們沒接，若要開演唱會，我可是一點都不會開心，但計劃以戲劇或合拍 YT 再度合作。